大家好，我係 Mabel，今集咧想同大家傾下偈。因為我最近睇咗一本書啦，咁其實都唔係一本新書嚟嘅，都出咗一段日子，好幾年噶啦。咁佢就叫做《面對父母老去的勇氣》啦。咁終於有時間睇，同埋都想分享翻我自己嘅一啲感受啦。呢本書嘅作者呢，其實佢係另一本好出名嘅書《被討厭的勇氣》嘅同一個作者嚟嘅。呢本書咧係講作者點樣去面對同埋接受咧患上認知障礙症嘅爸爸。爸爸咧可能喺作者心目中啦，以前係一個無所不能啦，咩都識嘅一個 superhero 嚟嘅。咁本書咧就係記錄住作者點樣去接受父母老去呢個現實。呢個 channel 啦唔係一個讀書會啦，其實只係我睇完呢本書嘅一啲感受啦，同埋一啲想法想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係80後啦，其實我諗差唔多年紀嘅朋友呢，其實都係開始或者面對緊呢父母佢老去啦，甚至離開呢個議題咯。我希望我自己嘅一啲嘅少少嘅經驗啦，或者經歷啦，可以鼓勵大家一齊去面對父母老去呢個問題。幾年前啦，我媽媽患上咗認知障礙啦。其實對我啦，或者對我成個家庭嚟講呢，其實都好大衝擊，因為媽媽其實早喺10幾年前呢已經退咗休，佢嘅退休生活呢係好豐富嘅，即係佢可能係每朝早都會約啲朋友去做運動啊、跳舞啊，又會約啲姊妹去旅行啊，又參加好多唔同嘅即係老人活動啊，每一日嘅生活都好豐富。即使係退咗休啦，但係我哋都覺得媽媽係好有活力啦，從來都唔會覺得佢係一個老人家。直至疫情嗰幾年呢，媽媽嘅社交就停咗啦。你會見到佢係有明顯嘅退化嘅，但係咧都係算係精靈啦，同埋都可以照顧到自己嘅。直至到幾年前啦，咁有一日佢同屋企人去食完 tea 之後呢，佢就打俾我，佢話佢認唔到路翻屋企啊。咁我哋就去接佢啦。咁接佢嘅時候呢，佢就聲稱咧，因為一時唔記得啦，同埋太黑太夜啦，所以咧就認唔到路。好記得咧，當其時其實係臨近農曆新年嘅，咁我開始意識到咧，媽媽好似係有啲唔妥，咁我就開始上網就做一啲 research 啦，同埋問朋友可以點樣處理啦嘅同時咧，喺新年過後嘅幾日咧，我又收到電話，就係媽媽喺屋企嘅樓下咧就暈倒，被送咗去醫院啦。後尾喺醫院度 check 到咧，就係佢血糖係原來係好高，再後尾咧就發現咗原來咧佢喺嗰半年咧係冇定期咁樣食之前醫生開俾佢控制血糖嘅藥啦。咁之後我哋就再帶佢去睇老人科嘅醫生啦，就發現咗咧可能係媽媽係本身係有腦退化嘅問題啦，再加上咧冇好好咁樣控制血糖啦，令到血糖過高啦，咁就出現咗好似腦有輕微嘅中風跡象啦。兩者加埋之後咧，就令到病情咧突然咁樣惡化。我好記得嗰陣時咧，我就帶媽媽去睇老人科嘅時候咧，嗰陣時醫生係講咗一句説話，我估佢係冇心，但係當其時我聽起嚟就令我好自責、好內疚咯。就係醫生就講咗句：點解你咁遲先帶佢嚟睇醫生啊？呢句説話咧令我喺媽媽確診嘅頭一年咧係非常之自責咯。再加上咧，其實照顧者係有好大嘅壓力，因為第一次接觸呢個病啦，好多嘢都唔知，甚至乎我當其時要帶媽媽去睇咩專科我都唔清楚啦。又例如有好多嘅問題會出現啦，即係因為其實嗰陣時咧，我媽媽喺醫院咧係住咗2個月嘅。咁喺嗰2個月嘅時間呢，姑娘就安排咗媽媽要駁尿喉啦。咁但係咧到出院嘅時候呢，需要去戒尿喉嘅時候呢，媽媽就唔成功，戒咗幾次都唔成功。變相呢，佢就係要再安排呢，係入日間護理中心嗰度呢去嘗試戒尿喉啦。所以喺出院初期呢，媽媽係仲需要用尿喉嘅。咁對我嚟講，其實係都好擔心，亦都唔識點樣去處理啦，因為驚處理得唔好，可能會有感染啊，或者有其他嘅問題啦。而且咧，亦都係日常生活其實都好唔方便啦。好似咧將話題咧扯得太遠啦，但係其實我想講咧，做一個照顧者真係唔容易咯。好似我自己咁啦，可能頭一年咧有一份內疚啦，又或者係我完全未適應啊，同埋未睇得開啦。咁所以咧我乜嘢都想做到最好咯。嗰一年咧，我好記得嗰一年，其實我直情係唔敢放假。覺得放假係有
有個羞愧。每當姐姐星期日放假嘅時候呢，我就會係留喺屋企啦，照顧媽媽啦。咁可能係冇一個出口咧，即係情緒冇一個出口咧，變相咧當其時嘅情緒其實都好壓抑啦，亦都好唔穩定啦，咩都攬晒上身，亦都唔識向其他人或者向屋企人去求助。但係其實咧咁樣係唔好，照顧者咧其實係最重要咧。我而家睇翻咧，就係要照顧好自己咯，即係梳理好自己嘅情緒，因為被照顧者其實佢都感受到咧，照顧者究竟開唔開心。好記得有一次啦，咁就係姐姐放假啦，咁我就喺屋企就煮咗餐飯俾媽媽食。當時媽媽就有啲鬧情緒啦，佢就唔肯食。我記得嗰陣時咧就好嬲啦，就發咗好大嘅脾氣啦，倒咗啲飯啦，同埋喺媽媽面前咧就狂喊。咁嗰刻我就開始意識到原來我都有啲唔妥，即係身為照顧者嘅我都有啲唔妥。我唔可以再係咁，我要揾個方法咧去開導自己，慢慢咧就嘗試去放開啲啦，即係可能揾朋友傾偈啦，講下自己嘅感受啦，同埋向身邊嘅人求助啦。最重要咧就係過翻自己嘅生活啦，有翻 me time，容許自己真係停下嚟，或者係休息，甚至乎去旅行放下假。同埋之後咧，我有一次咧就當面咁同我媽媽去道歉啦，同佢講話唔好意思，因為我冇及早帶你去睇醫生，令到你嘅病情惡化。咁我係有同媽媽道歉啦。我唔知佢聽唔聽得明，但係我覺得係俾咗自己一個抒發嘅渠道，同埋一個釋懷咯。我覺得照顧者係要無時無刻咁提醒自己放過自己，同埋要學識點樣去釋懷，唔好咩都攬上身。可能有啲嘢真係會有遺憾嘅，但係同時間你都要學識，就係老土啲講，就係活在當下。你要學識點樣去欣然面對已經發生咗無可改變嘅事情。我睇翻我媽媽啦，其實佢而家真係好似變咗一個小朋友，變咗一個 BB 咁樣。換個角度嚟睇，我覺得其實佢都幾快樂，即係無憂無慮啦，唔需要擔心任何嘢啦。亦都有身邊有好多仔女啊，或者姐姐啊愛錫佢。我最希望呢就係佢可以繼續開開心心，真係好似小朋友咁樣呢，享受或者係過埋佢人生最後嘅旅程。今次嘅分享比較 personal 啦，但係我希望用我嘅經歷或者經驗啦，可以俾到啲力量，同樣面對緊父母老去甚至乎離開嘅大家，唔好將所有嘅問題或者係一啲遺憾咧過於咁樣擺喺自己身上咯。我亦都好記得當其時當我即係佢媽媽確診初期第一次見佢用尿片，第一次佢唔記得咗我係邊個，甚至乎其實佢而家都未必係真係記得我係邊個。有陣時我問佢，我係邊個啊？佢話我唔記得，或者我唔知你係邊個。我記得我第一次聽嘅時候係好難受，好難受。我係喺一個公眾場合裏面呢，就係忍唔住就係爆喊，因為好似你熟悉嘅一個媽媽已經唔見咗，唔知去咗邊。咁但係冇辦法，呢個真係人生，你一定要面對，你一定要接受。我希望大家喺照顧親人嘅同時，亦都好好照顧自己。我相信每一個父母咧，都希望大家係繼續生活得快樂嘅。所以希望大家加油啦！下集再見，拜拜。